何某的伤口长达22厘米，深度只差2毫米就会伤到颈动脉，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的，可能会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。等他伤情稳定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带他去做司法鉴定。根据人体损伤鉴定标准，颈前部伤口达到10厘米以上就可以构成轻伤一级。被鉴定人颈前部的伤口是13.5厘米，所以他已经构成了轻伤一级。这些还没伤到神经血管，伤到神经血管很麻烦的颈部。被鉴定人的伤势主要集中在左颈部，这个位置呢比较特殊，也很危险，因为左颈部有颈内动脉、静脉位置比较表浅，一旦破裂会造成急性大失血，抢救成功率很低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你这次受伤是比较幸运的，我们碰到很多像你颈部同样的受伤，都已经做了解剖了。你现在脖子能动吗？这样的，这样的。被鉴定人他的胸锁与头肌部分断裂，会导致他转头的时候可能会受限，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如。因为你这个如果没功能上的问题，这个鉴定就很快可以做出来了。如果有功能上的问题，可能就要等一段时间，等半个月，你看一下他脖子没什么问题了，就跟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如果脖子有问题的，就检查，这人就还要带过来。好，麻烦您反映。行，走。在等待鉴定报告的期间，吴某和家人想得到何某的谅解，于是我们组织了双方进行见面。今天吴某也希望取得你们的谅解，你们有什么要求就当面提出来吧。考虑到他这个以后啊没人啊，只要去把这个伤嘛把它修掉是吧？我嫂子估计呢也就35万。35万确实是拿不出来的。我讲个题外话，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也30到40块钱一个月，他通过1年、2年、3年啊去打工，哎，挣这个钱都没问题。但如果像对方讲的这个数字，我觉得老弟你现在也还年轻，犯了错就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，那你认真继续待着。